夜幕生死无猜，我敬他为臣，知他心普法贵，为利己，相知相爱定是门。他曾无心门若情因的无怨他，无怨他先生一颗心，他不去门当户对配高情，新婚夜逃婚金安生传平，叹是叹是今生去不归路，虽托一问为年生。生郎夫无话里眉清目秀貌英俊，无话里檀香青菜浓情意，无话里擦身相泪一片情，无话里真真相爱一颗心，苦的是终有了谁能化真，只能牵引不牵绳。只觉得头血涌，夜猫心，腹中沉沉痛难伸，痛难伸。你快来，快来呀！三师太，你怎么了？腹中疼痛难忍啊！哎呀，像是要临产了，我扶你进去吧。哎呦，哎呦！当家师太，当家师太，当家师太，三师太把孩子生下来。
是的，我将这孩子长到观音佛殿下去哭好啊！快去，快去！哎哎哎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心情不了，长发当家师太不必客气，请问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这里是平日4多年修营的云王。哦，这云王好雅致呀！大娘，这云王见你不狂，请大娘到客道用茶啊。不必了，我看这里去很好。是大娘，请坐。大娘，请用茶。当家师太，据闻包我一位资深师太在画册中，可否请他出来与我一见？大娘，自知玉萍在身不能欺上，请大娘见谅。哦，我是慕名还来他来拜访，我想这位三师太知书识礼，不为不尽我这个面子吧？这啊！老婆，你就扶上师太出来见过大娘。芳兰，你的外相是后？师太，你也请示便吧。是。婢子正接过大娘。
万老师太与我点心吃足，我要背上一杯。他那一分香的大杯，杯名深深字里上，苦里归根千金缕，虚无青翠好年华，我欲将实情。我在菩萨面前许下好愿，万老你去原部宫来，我要救你1,000两，以作相助之资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大娘真是个顺手，老夫派去原部上来。是。当家师太，你看，沈贵生，念沈贵生，念下去，沈贵生错你念不了。哎呀，大娘，上月初三那一天，沈大爷司令王大爷捐过银子，可是一儿一直就没来过呀。
我家他爷离家出走之后，诸里远山亲朋好友都没有见过他的踪影，分明一直就躺在你报案之中，还不赶快请他出来！大娘，沈大爷他真的不在案中。当家师太，那就使我无力了。放来，大娘，吩咐下去见天后院追悼御王，与我仔仔细细的搜查。是谁吗？兵大娘，云房这当不见他叶仲英。兵大娘，县地委员不见他叶仲英。不见踪影。兵大娘，方才经过观音殿，听见有一人啼哭之声。当家师太，想着安堂乃是清净之地，怎会有婴孩啼哭之声？哎，像是猫叫之声，定是听错了，听错了。对对，听错了，听错了。那就随他观音殿很多年啊！还让我哭！大娘，惊动了观音大师，万大我想看都要将我这个。大娘，大娘，兵大娘，圣驾二房三房为曾家产闹上门来，老太请大娘速速为夫。当家师太，我沈家乃是名门望族，他也失踪，虚伪罢休。3日之后，我接到报案，引起他也回家为夫。是。宋大爷，老婆婆啊，快去把孩子抱出来！哎，子珍，都是你，四娃同心保护场，哪个万当最难救？三师他，三师他，哎呀，三师他，这孩子奄奄一息了。那就将他卖到后院去吧。师傅，婴儿无罪，其师傅方法是对。当家师太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生70年长寿啊！是，老母，那就将孩子怕他还家，越远越好。师傅，我们快去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三师他将孩子交进我吧。若蜻蜓发
你放心吧。不，你要我这回子一夜吧。今日送儿彩囊，再想我不自三师太，你快将孩子交给我吧！我只有永不忘你救命之恩。哎呀，哪怕有人来了，婴儿啼哭不停，啥是问问于我，这叫我收拾好啊！哎呀，这。我只恨却将孩子教鞭炮。
下这一小宝宝，莫非是谁家私生子，不管留下往外跑。许老夫人母子前来作祟，请旨内听。是，有请许老夫人。见过大娘，喜老夫人请坐。谢大娘。喜老夫人多年不见，喜老先生可好？眼见他已经过世了啊！今日一来作祟，二来嘛向大娘跪拜，见我的银两。银两不必挂在心上，这是小公子吗？正是小儿。儿啦，哎，快去见过孙家伯母。啊，见过孙家伯母，免礼免礼。哎呀，这孩子长得聪明伶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念真，几岁啦？今年9岁啦。元珍，你这身上挂的是什么东西？要钦定，伯母请宽。有钦定，这倒奇了。元珍身上有钦定，面貌如
喜老夫人，大娘，我有一言，只怕冒昧。大娘，你但讲无妨。喜老夫人，这孩子我见他关心有缘分，就趁他父亲为止，你可答应？哎呀，老婆娘，想当年，我家受过你恩德，神王高你永记心，人家是思想门的名声，小儿过继是万幸。现在我想起我一个大礼。啊！哎呀，你在北京金木大圣。哎呀，起来，快起来！谢老夫人，你们母子既然为乡，从今以后需通知我家，娘娘最好用心读书，你也可安度晚年。多谢大娘。要问大娘，待娘再上夜到使馆读书，请先生好生教导。是，小公子随我来。金木，我去啦。去吧，去吧。谢老夫人，大娘，你我几人之情，押韵于话，小冒昧同文。大娘，请讲啊。谢老夫人，请问你今年贵庚多少65了，老了。唐查谢老先生这事，告诉又有多少年？他说这事70遇不了。谢老夫人，有道是老夫老妻难生少子，这请问这女亲弟又是从何而来？这女亲弟乃是我生前传家之宝，我父归身佩戴在身。9年前他离家出走之后，这女亲弟从此流失在外。谢老夫人，万莫你出言相告，原这可是你亲生呐！大娘既然同问，我就直言相告。9年前，我向他娘借的银两，路过东郊，拾得此后，将他抚养长大。原这是同条鞭拾来的。哎呀，大娘，娘子还尚小，盼望大娘不要告诉小儿。那是实说。那么这女亲弟是从何而来？这女亲弟也是娘在身上之物，还有庐山学书一起包扎。学书上面写的什么？我也曾亲自看过，可都解不明白。哦，这学书嘛，应当交与大娘保留。好，谢老夫人旅途辛苦，要问带谢老夫人到后堂歇息。是，多谢大娘。许老夫人请。家园，大娘，你可知道东郊在什么地方？东郊的西边是绍庆寺，东边不远乃是法华庵。法华庵，请法华庵资政师太姑父。是。
禀大娘，法王按三四太已故夫。有请。是，有请三四太。并于之争见过大娘，三四太免礼，请坐。谢大娘。三四太，今日是我随即请了戏班，请你姑父困息。哦，今日不知大娘随其多有失礼。三四太，近来身体可好？久病已生，无法断根。大娘身体想必安生。我也是久病已生，无法断根。三四太，你生的是什么病呐？心痛病。我生的也是心痛病。三四太，我是为丈夫吃醉病漂亮，家中子可操劳，受苦中领母子女，为报家产心里焦。你本是佛门弟子，心天堂难逃生，也为凡事将心肠。出家不在无烦恼，家事只是一边跑。我就是年轻的病早衰老，死落的呀也快快舞到今朝。我曾是遇过人品，自己的病情是知道。自己病情是知道，病痛无法相承大娘，戏班一到，请大娘点戏。这戏班演的最好的是哪些戏？演的最好的戏是《妙传记》，潘必真金票推丝，陈苗苍云往事盘。陈苗长云梦四盘，好啊！三四太，你困可好？哦，就依大娘。吩咐开演。是。大娘夫妇戏班开演《妙传记》，陈苗苍云往事盘。台下如看玉传记，自尊心中欢喜意，希闻平与欢喜，大娘莫非有容易。台下说话妙传记，
大娘，接下去还有什么戏？请大娘这边，这次请三次太点。哦，还是大娘的。你们一个都不点，拿起我的台点，前面看过文戏，再来看一出哭戏。好啊，我最爱看哭戏。三师太，你看哭好？也好。那去演把土气，李三娘莫忘参子苦好。吩咐开演。是。大娘吩咐西班这演把土气，李三娘莫忘参子。台下这块白土气，李三娘莫忘参子真悲戚。夫人相知同了意，参子只得是要紧，其他人相思情，也可惜心为意，当年情景用心地，不此生与世诉真甜。我李三娘母子上来请台位，此真是母子相永无期。三师太，你怎么落起眼泪来了？我是看戏同情。三师太乃是同门之辈，也为看我们参子而同情落来。分明他亲母宽恕是勇气，关进托生所为必。大娘，自朕生气不设高事为安。且慢，三师太，今日千年姑父还有求于你，请说。不知大娘还有何事？放兰，大娘，把元寨公子领来。是。三师太，我因中年无后，故而孤寂了一子，想请师太为之孩子婆孙留念。继母，孩儿，三师太，这须是西家孤寂寂寞的孩子，这是知正师太，快去见礼。啊，见过师太。小公子免礼。见公子眉清目秀，独俊俏，有
长得真好。十来一条，多少这孩子和我那最色的丈夫长得十分相像。哎，更巧的是，小伙子长眼睛真像三不算是步步一步上圈套，岂止是引进踏入红不香。心慌乱，一见倾心来算三师太，你怎么了？我救兵发发了，救兵复发了。禀大娘，法王按老的过来了。见过大娘。哎呀，三师太，你怎么把东门王家的不是忘记了？我们全人都在等着你呢。你救兵复发了，快走吧。大娘，告辞了。18岁，心中结缘多风光，真乃是亲生的父母也迷茫。都人马养母临死真情教，亲娘的孝思亲母长。我求得继母的血丝，西家头无心莫名我隐藏。第一句语没有错，是一方，说的是我无心生名遗忘。第二句是心不悲，脸自大，说的是莫名之争在万堂。第三句生在花影花诞生，第四句花开无根非四方。2月19将我养，不问哪里身飘堂。
金星大人四儿马当年一人冲破浪18年，18年我心不耐平常几趟。开门，外面敲门是谁？是我，是他，请开门来。哦，来了。开门迎客，心情慌。门外客人离声为我开门与门上，可为我见我心情慌。神郎是18年前遭身亡，今是我烟花出人心迷茫。是他，请开门来。来了，来了。请，请。请问是他法号？哦，并你自证。资政，你就是资政。是他。请问公子贵姓？我叫齐元在，曾家大娘就是我的继母。哦，你岂是元贞公子？今日光临不知有贵干？元在得中前元，特来进香拜问。哎，都是人进乡里引到文昌过去，去文昌地中报雨。我此番不是为去功名而来，我是为去了却一件心事。了却心事。了却心事。啊，既如此，贾元公，请在平日前往佛殿进香。是。贾月公，请使他带路。是他，请问是他，这是什么字？哦，这是放生字。
贾月公，这是大用宝典，他用宝典，大用宝典。用尽数，是他，你看着他一世故从前说，为什么快妻儿女不造福？这一边女儿好像在哭泣，随碰人病无奈哦。那一边女儿好像心不死，家大莲花相渡哦。究竟是儿女生错生什么，还是这四姑娘情长无度？是他，是他！贾月公，你错了，这本是算在龙女拜观音，我看是一场儿女就是梦。哎，这是算在龙女拜观音，九娘去，拜观音，九娘去，哎，九娘去，九娘去，九娘去。他几次突然来问，莫非他真是来寻我？想起了他本身夫妻样子，几年前随堂之上曾见过，难道十元再去是我的儿？不，天下同胞生意都不苦鲁莽要饶。是他，贾月公，请是他请。抬头望见一盏灯，高高挂起亮晶晶，不见一缕灯火在，为何还要挂此灯啊？此灯叫琉璃灯，挂在不前十夜明。前世点过这琉璃灯，今世生得好眼睛。前世为点琉璃灯，眼睛模糊看不清。哎，恨是恨不前世为点琉璃灯，是罗灯今世不生好眼睛。你眼睛害怕分明无毛病，为何说前世为点琉璃灯？我是点过琉璃灯，为什么我自己的娘亲也认不清？说什么你自己娘亲认不清？你不是
下堂上有娘亲，原在三子齐家养，可原在不是齐家生。你何时离开深深我？我才出娘胎就离婚。你可知你深深之母在何处？我只知他是个身旁烈子的出家人，台头山出有人影，家眷公你手啊要留神。是他原在我心有疑问是不明，落海堂上去人离。既是此，家眷公随我来。是他亲。家眷公来此已是芦花堂，花堂。芦海堂，芦海宫，芦海菩萨真威风。姿态万千个不同，能问我佛与吉凶。哦，那究竟是他为我问过吉凶请问家眷公今年几岁？18岁？18岁。 ，18岁，18岁。啊，你是哪只节县亲门的？问这做人，左节县亲从左算起，右节县亲从右算起。哦，我是左家县进门的。哦，那得凭你从左边算起。15、10、15、18，哎呀！数到这长眉芦花，我心上涌。往事历历，或是梦。18年前万心痛，那生郎真是娶她做媒翁。可叹我云王产子难收养，只落得母子永别难重逢。咦，是他，你怎么听了？你怎么流起泪来了？我认落来是灰人落到我眼睛里了。为什么到眼睛里了？那你为什么不再与我说下去？哦，就是这阵长眉芦花。就是这阵长眉芦花。长眉芦花路逍遥，不知是吉还是凶。上眉芦花路逍遥，自传至今不知
缘故，他才为你而想你。想我什么？他想你用长的诗情用功，将来能做上元公。他想我用长的诗情用功，生中我来也朦胧。他想我为何不去将母亲给我母子做重梦？张梅落花，你是真的有灵性，菩萨应该在心中。你告诉我，何人是我生生我该到何处去行踪？你告诉我，若蜻蜓本是垂泪下，小诗吟唱何内容？你告诉我，你没有错，他是谁？自己不被他在那种爱当中。请他也真好比铁里青花。家怎能利用成？今天我是江儿人，一场大雾传江陵，一生命与爬关人，一场风波平地声，一张长子到关天，一道金陵风来。一旦乱棍将无关，一人百姓多泥人，一群顽童谁根，一个个支支吾吾说不停，欺人哪来万人恨？叫我才是真恩主，神看来他定是我母亲。他为什么去向人来
今天菩萨将二人陪他成亲第三份。三千个军队才得着好运不接近，圣家知道南宁进步靠上南京人。不早，并你要念经做功课去了。是他，早没落花，落花不散呀，几番生命他不为意，为什么我千方百计来求客，他天生的人儿不懂心？为什么我满腔热情换无尽？为什么他将我当作路人啊？句句
神郎父啊，苦怜母，苦苦想儿十八岁，寒悲深泪多伤恩多伤。今日里儿真的上门来，我恰是生于不人难家庭，我生儿心塞，无啥生儿不应，你不爱当私生子，生儿要回儿一生，生郎啊，我求天求人与我愿，求你替我把旨意提。听到娘亲心的话，方知母爱暖是长。娘，我进来，我有话要说。贾玉公，病已身体不适，不能奉陪，请贾玉公见谅。原在我要烧香拜望，就是他因我方便。救命佛方不能开门，贾玉公回去吧。即使是原在的告知了。
我女少来不满呀。华藏之人他是谁？他是人啊！是人他是哪一阵？他是一阵无名人。依我看，他不是仙，不是人，他是恶魔神。他不是神鬼神，他不是神鬼神。世上多少新生人，我认识他是神鬼神，他自己练着两三神，看起来神鬼神却是我母亲。这8年，这8年，儿离娘儿故里，风为林深，自莫
难道你不要这祖宗家业